来看宜兰县三星乡的安农溪过牌啊，有2间业者在经营，也毋过有地方人士是认为业者的经营管理有真侪问题，也毋过因为目前是地方政府的管理，公所是望讲会当来争取管理权，互因就近来管理。大声喝叫，享受刺激的体验。宜兰三星电火溪过牌的活动，伫在地是真出名，每一年拢会请袂少游客。不过最近却是去互地方指挥讲，业者伫在遮的牌的时阵，有超载甲超速等交通的问题。迄个三星乡亲上该延伸再到，就是讲伊的交通秩序的问题了。因为迄船啊嘛用卡车载都贴足悬的。管理跟使用权应该全数划分清楚，就应该拨给公所才对，不是只叫公所管理，那使用的权利还是掌握在县府手里。乡公所嘛希望讲，县府会当甲过牌的活动，让互公所家己来经营，嘛方便就近管理，提升安全甲品质。不过业者嘛有话要讲，因认为地方的治理是真无公平。阮将来毋捌发生过一件交通事件，游客部分，我嘛毋捌互游客受过一项一件重大的迄个意外灾害。业者解释讲，经营过牌到大，毋捌发生过任何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重大意外。自开始到大，拢是要义安全的问题，嘛拢真谨慎、真细致伫经营，袂造成地方的困扰。所以油气管理办法中央订定的部分，主管机关只有到中央或地方政府。那现在公所想要当主管机关，那当然我们为求慎重，我们要请示中央主管机关。那公所敢会当家己来经营过牌的活动？县府讲，照最后游客管理活动办法，县政府无权授权，会有适发性的问题，已经发函向交通部申请函释。公所嘛会当透过投标来争取经营权。也若业者交通的争议，若有检举的案件，都要回归到交通相关的法规来处理。